Hello，早晨，晨早流流咁早，究竟我去邊度呢？相信呢，有關注開我平台嘅同學仔呢，都知道呢，我條腰嘅舊患呢係非常之困擾我好耐。所以今日呢，一早呢，我就去尋醫啊，因為我遇到個醫師呢，佢聲稱話會解決晒我咁多年嘅問題。因為我條腰呢真係難搞嘅，所以我真係八卦，好想試下究竟佢有咩方法，我可以短短幾次就可以幫我搞掂晒我一個好嚴重嘅舊患。期待啊！我而家去緊去鋪頭啦。好，我今日就抱住一個探店嘅心態，因為我已經試過好多唔同嘅師傅，咁當然都有啲好好嘅。嗱，我今次要斷尾啊 Hello，Amy 姑娘，你好，Amy 早晨。做咩？喂，朱醫師早晨啊！早晨。今日辛苦你咯。哦，冇咁講。我好難搞嘅喎，啲筋真係得唔得先？預咗㗎啦，咁你又泰拳教練，你又跳舞，我都做過泰拳嘅嘢。運動員。佢嗰啲 side kick 咧，會令到呢啲位啲筋膜咧係好傷。我哋嚟啦，開始好冇？好 ，Let's go！係真係去到已經好嚴重啦，真係要揾你幫手。其實教咗運動咁多年，特別係泰拳啦，自己咧都冇好深層去拉筋就翻屋企瞓覺，太攰。咁咧一直喺出面揾好多師傅都好嘅，但係就係斷唔到尾咯。即係可能好一段時間，一兩個禮拜又痛翻。我而家最嚴重係我瞓覺嘅時候條腰唔能夠躺平啦，要墊毛巾去瞓啦，同埋就係成日都隻腳好似唔順好唔舒服咯，係真係去到已經好嚴重啦。應該點算咧？幾耐啊？呢個情況？哇！而家2025年，我係2年前2023年有一日突然間起身唔係好起到，係嚇親我。本身驚以為係咪死啦，係咪中風定點？因為我又跳埋街舞咧，就真係好激咯。好似我1個月教嘅班已經係可能80幾至100班啦，持續咗10年啦，直情係由細到大都跳舞啦，係所有嘢加埋係真係 feel 到裏邊啲筋嗰啲筋頭好厚好粗，血氣下身越嚟越腫啊肥啊，荷爾蒙失調咯。跟住去到2023年起身，真係突然間有日起唔到咧，我好驚係咪中風？好彩我係慢慢爬都爬得落去，但係完全失重，條腰係企直嘅時候係好困難。跟住就踎咗喺地下，跟住就當時睇咗個師傅嘅，佢係少林寺根經，都睇咗7次咧，好似好翻咗。用手法可以做差唔多 keep 咗1年。咁真係好勁。但係可能係大半年至1年嘅期間，又開始奄奄作痛，又痛翻出嚟咯。好，做完第一日嘅療程咧，拍下一個少少嘅感受先。因為我嘅痛症都屬於比較嚴重啦，我係覺得條腰真係鬆咗嘅，同埋而家條腰都仲係好亂粒粒啦。